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11月16日，神选之王，永生神的儿子。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 RPG， 我们要读的经句记载在16章的16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有一位也是领袖高峰会议的简约的优势这本书的作者，他说莫利亚方特，他说你对组织的所有贡献，到头来唯一留下的是他们对你的回忆，这就是传承。我想人的智慧真的有限这一位简约的优势的作家，他可能是管理大师，他可能可以对这世上的组织有所贡献，但是这属天上帝国神选之王永生神的儿子，他对他国度里面的子民，特别是跟随他的门徒们标准应该不只是对他的回忆。我们对神对耶稣的回忆不会，人的回忆是会有限，而他的话是被记录下来，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个本身就是神迹奇事那么传承不只是这样，今天我们看到 RPG 的祷告经句就知道，彼得其实是他被耶稣他的这个老师问因为他是耶稣的门徒耶稣问他的他怎么回答？其实很多的老师都说其实这个是耶稣在给这些门徒们期中考我们来看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耶稣一再一再要启示他是谁天选之王，这个君王降临在这个世上，在这地上，特别到了新约的开始，这一位爱的上帝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所以他有从旧约创世纪人犯罪之后，他有一个拯救的计划，来到新约他才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要完成这个任务，而他选了这些门徒跟随他。而在那个世代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其实他们也读了很多的旧约，但是他们就是前几章我们知道他们就是被传统框住，他们被很多他们自以为框住，所以其实他们今天经文还是要来试探这位耶稣说那可不可以请你来显个神迹呀？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又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淫恶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了，耶稣就离开他们了。这些话什么意思其实最大的神迹在约拿他愿意悔改，他本来是背逆神的，神要他去完成任务，他偏不要，因为他觉得这位神不该祝福他的敌对头，他们不应该得到福音，所以他不愿意去。但后来他悔改，在被吃到大鱼肚子里的约拿，在大鱼肚子里他悔改的认罪的祷告，这是神迹。所以我们要来谨慎耶稣所说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来学经历？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其实他们其实已经经历很多。前2天我们还讲到这个5饼2鱼的这一些的神迹奇事，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跟撒都该人的笑就是他们只要他们所要的看不见神的心意那门徒呢，其实他听不懂耶稣他说的真正的意思，他们
竟然只看到耶稣所说的表面的话，说哦，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吗？耶稣看出来说，你们这小信的，为什么因为没有饼而彼此议论呢？你们不是已经看到不记得那7个饼分成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的零碎吗？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传承是不只是回忆而已，不只是他们记得，但然后呢，他们还是没办法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耶稣来了期中考了，他说人呢？人说我人子是谁呢？这些门徒有人就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先知的一位啦。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这西门彼得呢，他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这一题答得很对啊！期中考他说答得很对，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哦，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个过关了。但是耶稣马上说到他即将受难，将来他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3天复活。彼得马上就拉着劝耶稣说，主啊，万不可，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身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接下来耶稣还跟他们讲，如果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挽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反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认为我们所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我们是知道字面的意义而已吗？还是我们真正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可千万不要只明白表面的意思，这就太可惜了。因为我们的主要我们不是知道而是要跟随。亲爱的弟兄姐妹，跟随就是主啊，我也要跟你做一样的事情。传承就是主啊，你要我做，我就要来做。主啊，我是要跟随你的心意，没有自己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彼得期中考100分，但是期末考当然还没到真的期末考哈。我们如果期末考没有跟上，没有去考，其实期中考再怎么好都没有用，还是被当掉。音乐牧师在大学时就是有过这样人生哲学，哇，这个通识课程，我期中考几乎100分每次上台都是非常高分，但是期末考的时候换了教室，换了日期，我竟然没跟上。我不知道，因为我上课是1、2节，我一直以为1、2节考试，没想到老师调整的时间更提早了，下午就考了，因为跟好多班一起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期末考时候缺席，好不好？如果可以，我们尽早准备我们自己，我们放我们自己到神的桌前，圣灵要降下平静我们的心，在主你的爱里，让我们重新得生命，我们全心交给主，我们让神来带领我们，因为这位主要我们跟随，我们就跟吧，因为这条路是永生的路，我们跟随神才是对的，好不好？我们来默想，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明白前方的路并不容易，但他仍然充满勇气，完全顺服地往前走。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吗？从哪里来跟起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用你自己的言行举止，你选召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你。谢谢你勇敢的忍受苦难，为我们付出代价。我们也要起来学你的样式，为我们所爱的，为你所爱的，我们勇往直前，跟随你。我们全心信靠你，我们相信你要带领我们。我们一代接一代活出基督徒、基督门徒那个信望爱。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耶牧师祝福我们，今天我们活出那永生神的儿子那个跟随者的样式哦，让我们有勇气，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勇气跟喜乐哦。我们明天见。